了远的。今天呢，路若准做无清，咱咧驶车真正足危险的。有当只坑甲你嘛甲栽落去呢。安尼看，你就爱着。所以人生内底，咱若你都无明，咱的人生就对了，咱的人生就是黑暗的。那么今仔日咱若准做无有法度去体悟到即个道理的当中，触目生智，触目就是讲目睭去看到，有当时就会产生了，智就是袂通嘛。哦，咱今仔日若无了解到道理，咱目睭所看有当时就产生了阻碍，智界呢。所以有当时咱会看到一件代志，咱有当时会听到一句话，产生了智界呢。会啊，咱日常内底嘛是会啊。而咱的人生有当时嘛是会啊，一件代志咱看袂介意，一句话咱听袂合的时阵，即个物件伊就产生了智界啊。哦，啊是安怎呢？因为咱无去悟道。啊，若叫先圣人听着看着，敢有解着？无啊，因为悟道。哦，悟道。所以呢，即个真理，即就是讲，你人讲真理，伊本身呢，伫佛法内底，伊对本身咱足重要。哦，因为经书是圣人先祖因所留落来，那么因所留落来这物件，就是讲因所行过。哦，伊行过，伊报咱知，咱亲像咱若要去爬山，咱若要去爬山，若准做毋捌的时阵，咱会问啥？咱会问落来啦啊！安尼毋通袂去爬失。世间上嘛是这样啊。当你若无法度了解的时阵，你一定去问去了解人啊，看要来行这条路啊。啊，我圣人先生因就是了解这条路，因留落来经典，互咱去要去通行，互咱减行足侪冤枉路呢。真正呢，一个师傅，咱若去学师啊吼，咱若去学一个功夫啦吼，若有师傅伫甲咱指点啦吼，咱减摸索足侪年呢。你若免讲佫家己去摸索靠经验，咱爱摸索足久。啊，毋过若有师傅甲咱托头着啦吼，咱减足侪冤枉的路。啊，你也看师傅足重要无？师傅足重要。啊，圣人师傅就是咱像咱灵性的师傅，伊互咱减行足侪冤枉路，互咱减行足侪冤枉路啊！哦，互咱伫无形当中，伫咱的灵性当中有一种的解脱，哦，有一种的解脱。这叫啥？这叫应无知识的心，这是啥？这是第二点。哦，那么来呢，咱讲到第三点。第三点就是讲，咱今仔日爱勇敢去面对现实。那么咱今日勇敢面对现实是面对啥物现实？当然啦，咱是咧面对着。咱就是要面对着咱的逆境甲困难。当然啦，顺境啦吼，咱逐个足勇敢嘛。哦，人若咧顺的当中，咱拢足勇敢去甲面对，这拢毋免讲。咱今日所要讲的就是勇敢，要勇敢就是要勇敢，就讲逆境甲困难，伊当伊在咱的身上的时阵，咱是就迄个勇气去甲面对。哦，这就真正介重要呢。啊，因为咱人，你知影，人会出世做人啊，是啥物所人？咱今仔日会成为一个人，就是因为咱有业，所以咱讲咱安怎来，咱拢待业自生，对无？咱请道中有讲一句话嘛，吼，咱就是讲业甲咱拖来的对。啊，若菩萨通先好咧，迄叫做成愿而来，迄无共的啊。
生活意外就是讲伊甘愿要来遮救大命的姊妹，啊若待业而来的，这拢被逼的啦，哦，这拢被逼的啦，这拢无愿意的就对啦，哦，这拢无必的，都必的。所以人会来一堆业来，业甲咱拖来就对啦。那么既然业甲咱拖来出去做人，咱就是有业，啊若有业就啥？一定有事，一定就是有代志。那么代志一定会产生了咱还，安尼还的安怎？咱还的艰苦，还的艰苦。所以咱爱了解就是讲，咱今日要面对，就是爱面对这物件。咱一定就是爱有这物件，咱就是有可能这物件。爱去感悟着讲，咱今日就是人。所以伫这当中，咱爱怎？勇敢去面对着现实，也就是要叫咱讲爱去认命。这无大改变啊！咱落土时，咱即个命就是无大啦，就是讲咱前世所种这物件，咱即世当中就是因为这，咱亲像讲是大人甲咱生水生歹，这无大改变啊，这搁做命。哦，甲讲生歹有法度变较水无啊？生歹就是歹啊。哦，啊，迄着较认本分的，无要紧。哦，歹。啊，若生水呢，迄就有当时迄嘛是命，你爱去认。哦，啊，好业啥嘛，有当时嘛相像啊。哦，命中若带安尼啦，吼，你毋免伤病啦。哦，命中若带迄，你有当时毋免伤病，会得过来就好。修办着闹时间，真正较骨力来修较实在，来改变命运较实在。所以即个命运你爱去认，勇敢面对，就讲你爱去认你的命，毋免乱谈。哦，毋免怨天尤人，你毋免去怨他。迄咱前世所做的，迄毋免去怪别人。若讲哦，上天啊，你甲遮无公平，啥你拢对我呢？毋免去怪迄。哦，咱即世是承受着咱前世，啊，咱后世就是承受咱即世。所以咱既然若要互较好命的啦吼，咱即世就较骨力做的。咱若要互较有智慧的，咱真着较认真啦，听经来闻经来修行。哦，咱较有智慧，所以伫人命内底，你着爱了解，这是咱的宿命。宿命就是讲咱过去所做来的，迄叫做宿命。啊，咱既然若宿命，你甲了得啦，对无？咱你甲了得啦，对毋对？啊，你去了当中，你嘛是要有一个心理呢。要去了命的当中，要有一个心理呢。哦，了解物件，你了解呢？当你去食着苦的时阵，你哪想着讲伫当天咧食苦是啥？食敢袂出来？对无？食苦哪会食苦？你这就是讲伊了命啊，了你的命啊。所以咱了有一个阿婶，咱了有一个阿婶，啊伊呢本身呢，伊伫较早的时阵，伊若要出来听道理呢，咱一般若听道理时阵，大家暗顿伊啦吼，咱拢早一个锁匙，咱来做好开啊。啊，门锁就做锁匙。伊讲人要出来听道理是早锁匙，啊，我若要出来听道理是早饱，你我搁甲讲对啊。啊，咱听有遮奇怪无？较会早要出来啥？因为别人听道理，等于因啊，就是甲因的门甲顶互一个司机架，嘛，就是打顶安尼就对啦。啊，锁匙要咱开，因为早饱你要去交，早早去讲，你也看会开袂啦。所以人出门是早锁匙，伊出门出来听道理，等于就是爱早这。门爱撬开口通入去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若准做伫厝咧洗衫的时阵，一骹桶啊衫安尼浸浸的时阵，因翁若看伊逐下就甲敲倒啦。咱敢有拄着这？咱拢可能无啦。啊，甲敲倒，互伊搁顶来。所以呢，伊拄着迄个时阵呢，目屎安尼揢的呢，敢着好来？我如果讲对啊，嘛拢早入去遮，嘛是好来。安尼甲敲倒，伊嘛是搁捡来即个顶头安尼洗，安尼目屎切，安尼慢慢来去行去顶头，伊嘛无退钱，因为了解这个做伊的命。伊的命，伊了解着即个命是伊经过着，讲伊今仔日有去学习着真理了后，伊才了解着即个命呢。啊，若咱真个人着几面啊呢？啊，若无着规写较规去。哦，真个人若安尼拢
写较开气啊，是毋是？学真介济啊，哦，若咧结婚进前是天干日顶啊，哦，讲无你会安怎，无我会安怎啦？结婚了后看到你也要切实啊，哦，若你无欢喜看到你，等等看到咧分手啦，这是啊，差遐尔济，哦，啊若无欢喜有当时即就是安尼，写一张纸写足紧，啊，毋过即个阿桑伊了解伊个。伊根本就听到你了话，伊认的，伊知影这是因的，伊要去，这就是叫认的，伊要去了。所以透过着修办道内底，伊本身也无当听到你有行讲了完，伊就去行讲了完，目屎青嘛就爱清呢。啊，到真的真好命，因翁叫调来。好命，当然迄翁是受命，咱家超啊调回来就对啦。伊真的游山玩水，哦。对无？要活动就来活动，啊，免啥，免可以烦恼啥，有够清啊就对啦。哦，若有机会出国，买当机会出国，要去做啥做工课，马上写上过，要来对嘛，我当下对对，真拢免早起啊，是毋是？哦，真洗衫洗甲去放放就好了嘛，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，勇敢去面对现实，伊去了命，所以即个苦当中真变补咧。伊承受了，伊怎变补呢？伊去甘愿呢？哦，安尼甘爱面对，爱面对。该去承受就爱去承受。咱是讲，咱欠人钱，咱要安讨，咱平淡呢。哦，毋免平淡呢。所以今仔日面对现实内底，咱今仔日毋是去逃避呢。面对现实毋是去逃避，毋是讲我12楼安尼甲栽落就无代志呢。12楼好栽落，你会了解呢？师尊有讲过一句话。自杀一摆，你以后阁有6摆至7摆啊自杀呢？自杀一摆啦吼，以后还阁承受6摆至7摆，会啥？迄个命运呢？迄你看偌艰苦，所以毋是讲安尼栽落来，安尼人生就无样无呢，安尼袂了。所以毋是呢，安尼问题无答定，无解决，阁再上新问题，你了解？咱来了解一句话。认命、惜命了命，这是假。哦，倒撇自杀，这是真，这是假。哦，咱拢知影，减会安怎？减会愈来愈少啦，对无？咱是着讲，若以前你咧零嘛，哦，安尼是毋是着无呀？以前你就是话，就讲我做欠这物件，我这个数字就袂好呀。我搁回归我原底就对啦，回归我本来。啊，过你今仔日若无去了咧，你若叫1乘以2，还是2乘以2咧？你看偌济？啊，这2加2咧，4加4乘以咧。你若朋友加着朋友乘着了后，真正会搁愈惨诶。哦，你若无勇敢去面对，若真正废面啊吼，一般讲人讲废面啊，废面就是讲啥？代志了后啦，咱当道标啊废面，迄就是有当时会变安尼呢，会变99乘完呢，迄你若升到尾真正没完没了呢，安尼会使袂变？迄叫做制造问题啦，这叫做制造问题啦，啊，这叫做解决的问题啦，解决的问题啦。所以你啊，这爱勇敢面对。所以有一句话，伊讲天长地久犹是真啊，啊业力绵绵无尽期啦。有一句话安尼讲啊，就讲天地呢，天地伊虽然遐长久，啊，毋过伊嘛有一个时间性。天地有一个时间性，啊，毋过有一项无时间性的啊，佫是业力。绵绵无尽期，就讲呐，伊无有一个尽期，除非你去甲了，业力你除非去甲了，伊才有尽。当然，若无去甲了的时阵无尽期，天地佫无伊即个物件还佫存在。当后端回来，你嘛是爱佫成就这物件，爱佫成就这物件。所以这是啥？业力会可怕。哦，业力会可怕，所以啊嘛，目犍连神通第一。会啥？神通第一，会啥？迄个伊本身目犍，伊看到琉璃王要攻打着因释迦族的时阵，伊有甲500名放入钵无？即个故事咱咱听嘛吼，500名会放入钵，伊甲救出来了后咧，到尾啊咧，
变血水，变血水啊，伊爱去承受。琉璃用要攻打着石屐组的时阵，细准去阻挡3摆，啊，毋过拢无法度，无法度的时阵，细准伊了解着讲，即爱去面对现实。啊，毋过呢，神通第一个呢，伊本身呢，伊毋甘愿，伊安尼毋甘愿，伊甲500名善男子善女，放伫个歌头运出来声乐，啊，毋过运出来时阵呢，这500名嘛拢变血水，拢无去啊。迄个做业了，人家爱去承受，就是爱去承受啦。你个神通搁较厉害，无通得去业了。所以你看木建连尊者伊神通第一呢，较早外道要甲伤害的时阵，拢用迄乱招呢，伊拢笑，拢用伊袂着。啊，毋过西出甲讲了后，你爱去承受啥物件？伊从伊到尾，伊嘛是啥？伊乱招中死。我遮你讲，伊要得走就简单啊，伊神通了飘就走啊，太容易会死。啊，毋过业了无了袂知啊。你无法度啊成就你原底即个果位，原底伊本位啊，所以伊嘛是爱互乱招第四。神通第一的木建连尊，伊嘛是爱互神棍连尊第四啊。主路伊嘛本身嘛是爱去啥？伊嘛是爱死于非命啊。对无？主路啊，孔夫子迄阵有甲讲嘛，伊嘛是安尼啊。因为你安尼了后，你去了着你即个命的当中，你毋当有当去回归着你原底的本位，你欠了你较回归本位啊。世尊是一代的世尊，伊本身就爱去偷听3工，因为较早伊甲讲伊还讲3个，讲伊还讲3个，所以要撞伊了爱去听3工。啊，你若看咱真爱谨慎的。伟大的世尊伊就搁安尼啊，何况咱是一个众生，咱今仔日敢袂使讲无谨慎着咱即个业力嘛？咱即个做的当中，咱本身袂爱袂使感觉去谨慎，咱本身爱去谨慎，因为当然若无谨慎，咱未来就是爱去承受这啊。啊，若承受的当中，当然就免怨叹啊。就可能你真正比别人较拍拼，你真正比别人较歹命咧。啊，家己笑句话真正有影呢？你别人较骨力，你别人较拍拼，啊，毋过你的命真正比别人较歹，赢啊，无要安怎？赢的当中毋是单赢尔，我才了解哦。赢命了，还佫有一个做法，爱去甲了，了。若要了这个命呢，唯有透过来有长寿办道，无第二法门。真要消这个业力，若真正无有师尊师母有本身这个物件替咱担的当中，咱讲今仔日要修内底，要了咱这个命，真正无够咱的。五大国师若真做无有尊者，伊本身逐日落来去尊者去用，伊无法度了这个物件呢。咱今仔日若无有遮好的因缘，讲咱要甲咱这个命俗世这个命甲了掉，无较简单的。无较简单的，所以咱要了解这个物件。所以勇敢面对现实，就是讲啥？咱人死就是啥？有变，有一个定律就是安尼就对啦。人死是袂免，那么是安尼，人死袂免，因为咱有因果的定律，因果的定律产生咱袂免。咱今仔日若做无因果，咱无拿安尼当中，咱本身就免老，咱就是无啊，就对啦，咱就毋免落来啥，咱这个环节。所以有因果的定律，所以咱毋通伫世间有即个善恶好歹，善恶好歹毋甲关系着咱今生的造物。咱今生的造物就是随遮来啦，随遮来。所以呢，今仔日伫修内底，咱咧看一项代志，咱毋通用目睭去甲看，毋通用目睭看，因为用目睭若去看的当中呢，咱就有因
几个角，咱爱用啥？爱用观，袂使用百眼法，咱爱用咱的心观，因为用心观到我去解决着本身咱的问题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咱所讲勇敢去面对。那么过来呢，咱第4点。第4点就是讲，咱的心理准备就是讲，咱爱有菩萨的精神，所以菩萨的精神就是讲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这个菩萨的精神。所以菩萨会个安怎？菩萨会个成愿在，这是一点。所以呢，尤其今仔日在咱3期末节。咱这是3期末节，师尊伊要甲道传遍着万国九州，对无？师尊伊要甲道传到万国九州，咱今仔日若真正无有菩萨的精神，那么道较有可能万国九州。万国九州要对倒来，万国九州是靠咱每一个人迄个菩萨的心肠啊。安尼毋较有法度去符合着天时，符合着道运，毋较有符合着讲道的方法啊。若我讲简单，菩萨的心情，搁做。若要讲啊，就讲菩萨的精神就是安尼啊，食家己的饭，爱去管别人的代志，有无？咱感觉吼，前天者去访亲，咱感觉去互前天者去甲关心过，有啦。你若看咱的前天者有当时和咱无关系，是安怎要去甲咱讲遮物件？你若看伊食伊家己的饭啊，毋过你若看伊厝厝尾仔就是全部拢管别人代志。那闲的当中，你若看伊就是拢管别人的代志啦。除了做工课啦，那么管别人的代志，就讲伊就是拢咧管咱生死灵性的解脱，所以拢咧管咱的代志。咱若咧袂精进，咱若咧害他的时阵，你也看，即个菩萨就拢够啊。咱的经验就是拢够啊，伊就是讲啥，甲咱鼓励，安尼有无？安尼有迄个精神无？有迄个精神。咱道中的经验者，咱道中的经验，咱每一件就是拢安尼，厝厝家家拢就是拢关系着咱的心肝的问题，伊咧担忧，伊咧烦恼。咱若毋出来当中呢，伊真正足艰苦呢。咱的前天者就是一个领导的前天者，一个前天者，伊若看到咱心内底若害怕，无爱出来当中，伊的心搁比咱较艰苦呢。伊的心搁比咱艰苦，啥讲？因为伊有菩萨的精神伫遐，所以咱讲为无结基数，伊是安那会病？咱即句话听咱讲啊，为无结基数，伊会病。伊讲伊是安那病？伊讲众生有病，所以才有病。伊的病是因为众生来啊。众生的病哪来啊？所以咱的前天者今仔日为虾米会艰苦？因为咱今日无修办到，伊会艰苦啊，嘛是共款的啥？将心比心就对啦。那么我搁较讲较简单的，咱今仔日若要讲菩萨的精神啊咱要讲菩萨精神，互咱甲咱比喻，咱拢有做过人的时段。咱的时段，当咱囝咧艰苦去发烧的时阵呢，咱会安怎？袂食袂困。真正啦，咱囝咧发烧咧艰苦，咱会袂食袂困。而且有当时咱嘛家己有一个心念，就是讲，把这个苦依伫在咱的心上，互伊快活。这时段到安尼，相信咱每一个时段都有这种的心态，拢希望咱的囝会当安尼啥，快快乐乐，学当安尼无病安尼去甲过日，互咱甘愿去承受这物件，咱就无爱互咱的囝去承受这物件。这是一个父母对子女的付出，就是安尼。那么今日一个菩萨的精神，相对伊嘛是安尼呢。伊甘愿互众生得离苦呢，伊着家己着无爱去享迄个乐。伊有法度啥？伊有法度通救到一时当年啊！伊拢有法度通救到迄个病水病啊呢。救到迄个水病，就是拢无分别啊呢。众生根本就是拢无分别，伊救互病啊，总是啥？所以有一摆，在生
新加坡有一个华裔的老师，那么呢，伊本身呢，伊对于教学非常的严格，而且呢，对于佛教的研究也非常的深入。所以呢，真侪人呢，拢来伊迄个所在，拢听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拄有一个查某囡仔来甲传道，就是即个查某囡仔叫伊来求道就对啦。那么即个老师呢，听到了后呢，非常的受用。伊讲我是正统的佛教，你既然甲我传即种道，你真正是咧侮辱我。因为咱了解，咱的道迄阵还未大开普渡的时阵，还未公开化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对咱道有一种误解。当然，即个老师呢，伊迄阵无了解，伊对道迄阵嘛是一种误解啊，所以伊就甲讲即种话。所以呢，伊也讲我伫带领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毋捌代志，所以以后袂使来甲我传即种道，你紧走。即个查某囡仔伊本身伊就答应。那么经过这2天了后呢，即个查某囡仔过来要甲传道，要来甲即个老师传道。即个老师呢，迄阵呢就挡袂牢就对啦，就甲足恶毒的话啦，足刻薄的话啦，安尼搬出来讲，即个查某囡仔好甲。那么即个查某囡仔嘛毋知要应啥，伊嘛是应讲，毋是道，毋是所你讲安尼。即个老师伊家己嘛莫名其妙奇怪，我带伊讲这话啦。我今仔日嘛是咧学佛法的啦，我是安对即个查某囡仔讲的。所以伊嘛无客气，甲即个查某囡仔安尼硬送硬请喙就对啦。即个查某囡仔还佫请喙，佫第2摆佫请喙。经过第3摆，因兜的电铃佫响啊。伊甲开门呢，佫去会去看到即个查某囡仔，风过风倒啦。伊也讲伊啊，一支锤拢遐来，当要对即个查某囡仔甲讲落去。迄阵当人讲的，人讲是掠讲啊，对啦，掠讲，要对即个查某囡仔讲落去。所以当时要讲即个锤要起来，要对即个查某囡仔讲落去，即个查某囡仔硬开落。伊讲老师你讲不要紧，我当你要甲我讲是以前希望你会当去求道，安尼一句话尔。即个老师呢，拄互即个查某囡仔讲过一句了呢，伊拄教伊，而还无话，阮来锤啊怎藏的？伊讲安尼好，伊讲安尼好，我含你来求道。我要斗对讲，你今仔日是求啥物道？有法度互你，有法度牺牲家己生命即种的精神就对啦。我今仔要来看卖，所以即个老师伊嘛怎合即个查某囡仔去求着道。那么求着道，求到了，你敢知影哪？伊佫回头转来跪个一本书啊！伊讲今仔日若毋是你今仔日忍辱负重，你去忍受着遮尔艰苦当中，我今仔日嘛无法度去见着我本来面目。所以伊反倒转来跪因宝书，而且呢，而还佫哭，伊非常的感动。因宝书若真正无有即个菩萨的精神，伊今仔日无法度去见着本来面目。所以1年了后呢，伊先有一个点传书，而在即个道务方面呢，2年了后呢，度着几十万的道亲，会使讲非常方便。所以今仔日兄弟姊妹，若真正无咱今仔日有即个菩萨的精神，伊较有可能像我。伊无可能像我呢，相反，伊今仔日若真正无有菩萨的精神，众生伊就拢死在轮回之中安尼。咱感受无？你来看，咱有当时啊，先有办一摆，搁一摆，骗过师尊一摆，搁骗过一摆呢。你来看师尊，伊嘛拢有菩萨精神，无放弃，无放弃，嘛是搁甲咱提提，嘛是搁甲咱照顾，对无？迄就是有种精神啊。咱若去互骗过6摆，咱会啥？咱有当时啊，度3摆度无，咱就讲啥？业了重，冤家济少啊，对袂？按个菩萨的精神就是袂安尼。因菩萨的精神就是袂安尼。佫有咱刘建宁，刘建宁伫在民国39年着着癌的时阵，食道癌的时阵，伊要动伊的时阵，伊在生命足危险的时阵，伊去口有念一句话。伊生命在危险的时阵，伊无搁顾着伊自己的生命，伊喙内搁讲一句话，伊讲啥物话？伊讲台湾要安怎？台湾要安怎？生命伊家己搁无顾啊，伊搁带念着台湾的兄弟姊妹，伊讲台湾要安怎？这你也看啥物精神？菩萨的精神，菩萨的精神啊！所以咱道中嘛真侪兄弟姊妹嘛相像啊。出外去开荒，出外去开荒，这嘛是种菩萨的精神，这嘛是种菩萨的。
啊，若无即种精神的时阵，天下咱的兄弟姊妹要安怎法度得救？要安怎法度达到？就讲咱师尊所讲，讲要安怎法达到着世界大道，无法度达到这个物件。哦，所以呢，师尊伊嘛有甲咱讲啊，伊讲然舍徒尔根基累世修，只好任其风霜，在磨尖头。哦，啊，千万辛苦，只求众生回头。安尼尔，对无？哎，师尊伊甲咱讲过即句话，就是安尼呢。然舍徒尔根基累世修呢。哦，所以任其风霜，在磨尖头，只求千万辛苦，只求众生回头。哎，师尊就是安尼尔呢。伊种心情就是安尼呢。伊甘愿伊的经头头安尼磨，伊甘愿安尼艰苦，伊嘛无要紧。啊，毋过只希望讲众生会当回头。安尼呢？因为安怎讲？因为要放又不忍心。哦，就是讲要放，伊阁毋忍心就对啦。啊，要救，阁发袂清，真正无奈就是安尼呢。要救，阁发袂清；要放，阁毋忍心。当咱来囝咧歹囝吼，咱有当时若饲着歹囝，有当时就是安尼啦。真正呢，要放有当时阁毋忍心，即咱来滚少要放阁毋听。啊，毋过要叫伊回头，阁叫袂回头，迄种无奈呢？迄种无奈。啊，咱含师尊就是即段个。因为咱有师徒之言，伊就有迄个牵挂。咱含咱的囝就是骨肉之情，所咱放袂落。师尊伊就是有含咱有师徒之言，所以放袂落。所以伊佫较艰苦，佫较辛苦。伊哪？伊嘛是要甲承担有害。伊哪？希望众生的回答。所以伊嘛佫有讲过一句话啊。师尊伊佫有讲着，伊讲我也曾心碎。啊！以使命难负，哭抱在无极殿住。师尊伊嘛佫有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讲师尊伊嘛捌心碎的时阵啊，伊无法度甲老母娘交代即个使命，伊去完成啊，伊的心足碎，足艰苦，所以呢，伊去摸着老母娘迄个无极殿咧跳动，伊来哭啦。哦，师尊伊就是安尼，所以这有心生了，这有心生。这有心生呢，真正呢，咱今仔听着即句话，咱来了解呢。伊有当时啊，伊嘛心碎的时阵呢，伊有当时嘛无奈的时阵呢，哦，兄弟姊妹无法度得救的时阵，是伊上艰苦的时阵呢。所以今仔日修办道内底，互咱呢有感觉就是讲，咱一定爱有去体会一句话，咱来体会一句，啥物话来互我做下好。咱今仔日就互我讲一句话，互咱做参考，希望咱即句话，咱每一个会当记在咱的心上，会当记在咱的心上。就是讲啥？你今仔日修办道内底，咱袂使增加着前面这负担，不能增加。互咱会感觉即句话非常重要。今仔日修办道内底，虽然咱若做无能力的人，啊，毋过袂要紧。上届起码咱还阁做到即点，咱袂使增加着前年者的负担，咱袂使增加负担。而是咱爱减轻着前年者的负担，咱来替担。因为咱了解前年者伊担着兄弟姊妹的重担都足重啊哦。伊若正过来操烦着咱啊吼。真正咱就真正非常的残忍的。
伊个重担，咱说甲担，咱想讲我担100斤，是大人担100斤了后，你毋是搁担100斤，互是大人担呢？安尼学是大家仔拢翘久呢？所以咱进师尊搁做啥？翘久的是大人嘛。有一句话咱就安尼讲嘛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毋是搁增家己的负担，毋是搁互前人者搁互咱替咱担这物件。咱已经甲爱100斤的物件甲摕落开，伊这100斤的重担，咱已经每一个甲摕50斤甲摕落开，互伊减轻，互伊搁会当去摕着兄弟姊妹去摕两个分忧。所以不要增加，而是要减轻。哦，咱今仔日虽然咱毋是做有才华，咱伫道场当中虽然毋是做有讲能力，啊无上界起码咱毋通互前人者为着咱操心。离修班道内底，咱毋通互伊搁为着咱操心嘛，伊的心搁囥伫咱即个所在，袂使搁互伊心囥伫咱即个所在。应该搁互伊的心去囥伫还袂来求道修班道兄弟姊妹身上，安尼较对。啊，搁互伊囥伫你个心上呢？这是咱今仔去伫修道者内底，咱即个心理准备咱爱有呢。无论安怎，咱一定爱较哪，咱爱一定有迄种服务，咱一定爱有即种的精神。咱若安尼当中，咱的道场较有法度咱生灭变祥和之气。咱的道场较有迄个光口、迄个结口、迄个温暖较走出来。到尾伫修办道内底较有法度咱和气融融安尼。哦，和气融融。所以这样，这是咱。所以呢，伫最后内底来互较依着这几句。这段内底呢，伊就是背起咱这首歌。世间无安，生命无常。哦，就是讲呢，你在这个世间呢，你讲要安全，你讲安稳吗？有对一个所在较安稳，毋对安稳。所以世间安尼看，叫做火体嘛。哦，咱甲世间叫做火体嘛。哦。啊，咱今仔去住，咱即个体，咱住伫即个火烧的厝内底，你会看安全嘞？即个厝内底火烧对一夜着拢无安全。哦，咱若看人咧火烧，你会看一定拢拼出来，无可能的。所以世间叫做火体，火体就是讲无对一家拢安全。啊，咱的生命呢，就是无常，就是讲无时常，就是讲安尼，就是会变化就对啦，会变化。哦，所以你看咱的电视上最近所看即个上界轰动即个新闻就好，你看伊的生命无常无？咱看到当时嘛是心酸呢。哦，咱看心酸。但即个世间到一个几工日，伊的生命就爱去承受即个无常，伊就爱去承受即个无常。所以你看世间有安呢，真正呢，咱来了解呢。风台你若咧做，有当时红片定是要飞去来咱兜，真啊毋知呢。有无？咱伫电视上有咧看着讲红饼飞来恁兜，伊伫兜坐，安尼嘛叫红饼，要安怎动的无？有啊，一个红饼讲厉害，讲来飞来到恁兜呢。咱伫厝内底坐，有当时啊，真啊无人机嘛会晓炸去来咱兜呢。咱伫厝内底坐，有当时拖拉机嘛会冲去来咱兜呢。咱伫厝内底坐，有当时大蜡石头嘛会电落来咱兜，把咱地转去呢。有无？对。哦，对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要甲咱讲，就讲，咱今仔日